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禮拜日凌晨 M+ 西甲直播有巴塞隆拿作客對華倫西亞。巴塞已經攞咗西甲冠軍，加上球隊兵強馬壯，今場肯定想贏翻一場嚟到完結賽季。先講華倫西亞上場聯賽喺補時階段入波，4-3驚險擊敗皇家蘇斯達。最近3場賽事係贏2場和1場，保持不敗，仲有機會爭歐戰資格。但今季嘅主場表現就麻麻地，最近4個主場就係贏1場就輸2場。而喺今季主場面對積分榜前6嘅球隊都係未贏過，具體戰績就係1和4負。所以話今仗面對火力全開嘅巴塞，華倫西亞應該毫無還擊之力。防守數據方面，華倫西亞今季失球數字都唔少，37輪係失咗54球，所以今仗面對巴塞，條防線應該會受到考驗。關鍵球員方面，杜羅就係鋒線上嘅靈魂人物，今季10個聯賽入球有7個嚟自主場，多次係補時階段入波嘅，今仗值得留意。人腳方面有古馬特停賽，仲有賀西加耶等人係傷缺。另一邊巴塞喺費力克帶領之下，今季展現恐怖嘅統治能力。上場主場3-1贏貝迪斯，強勢宣布賽季主場係取得全勝，成為西甲自38輪賽制以嚟首支達成呢個成就嘅球隊。再嚟睇交手紀錄，華倫西亞最近3次面對巴塞全部都係取得大敗，場均失6球，只入1球，反映對賽上華倫西亞係處於絕對下風。球員方面有一項數據要留意，就係利雲道夫斯基最近10個球會入球，有9球就係比賽第40分鐘之後所入。預計隨住比賽深入，巴塞嘅攻勢應該會更加凌厲。人腳方面，耶馬同埋費明盧比斯係因傷要缺陣。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